内地人在地前来看台南的德溪县市，是明朝永历18年兴建的。学者有研究，讲这是台湾第一座的佛寺，经过20年的重建，总算落成开工。德溪县市伫咧台南南区的体育公园内，创始360年来，经过历代祖师坐届重建。这个落成典礼，请到市长王伟铁甲各界贤达，续落来，阁请到政觉司、阁有元兴司、佛光山，阁有全台湾各佛寺的主持长老尼做回来完成仪式。感受到了更是佛陀的慈悲教诲，期待除夕禅寺在未来为各位信众大德以及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护持。将来除夕禅寺也会对所有的信众大德开放，让大家亲慕佛陀的教诲。这个重建工程为94年开始，虽然建筑有重新设计，不过庙内300多年来所留落来文物，包括明朝的观音座，阁有其他4000多项物件，拢保存伫咧文物馆内底。但整理完了后，就会对外开放给民众参观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